这个人，拍谁？对，可他现在呢，他已经设佛堂，出国开光，各位姐姐，所以觉得说真的非常感动。所以你要不要后面？要，对不对？好，各位姐姐，慢慢慢慢，不要放弃。那如果说你在你的同才，在你的职场，你要从谁先入呢？第一个对你印象超级好的，第二个呢对你交情比较好的，第三个呢是对宗教信仰比较随意的。你有宗教信仰吗？哭啊，你爱想跟他佛教，爱佛教，你到处讲拜哭，一个道教，对不对？所以呢，你说这个人对宗教信仰，他其实不是怎么讲，不是说很坚定哦，所以你就可以先入他。再来，在职场最有影响力的。像你什么经理啊、董事长，对不对？这个渡了之后呢，他可以帮你渡人。在身心最需要关键的同事。好，再来呢，不要小看呢，你身边的一个小小的同学还是同事，他可能是发自内心就是说来人间度世的什么先生菩萨，对不对？完成度化千万语众之后，他要怎么样？他要能白养功神法。那这个就是老师前面讲的，老师说要用爱心换度兄弟，用耐心成全姐妹，不能低价情绪。或许要来看这个题，或许你看到，或许学校的老师他们每个都求到了。那右上角这个说明你要开设佛堂，这个是或许学校里面的老师那下面呢，左下角那两个，他们家也是发愿要设佛堂，再来呢，或许刚刚也跟大家讲说，有一个家长要捐地设佛堂，有没有？就是右边这位家长。那在右上角呢，左边第二位呢？这位已经设佛堂了，这也是家长5月份设的。那左边第3位的这个婚道呢，也是今年底要设佛堂的。好，那么在旁边这一位呢，就是前道旁边的第1位这一位帅帅这个男生呢，他也是发愿要设佛堂的。所以呢，那这下面这个整个家庭呢，也都是家长，都是发愿的。因为他那个是独生子，妈妈说你这样我结婚保你看你学也保你对，所以要选感动。再来呢，就是或许他跟各位写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家长是不是开门，对不对？就是这位家长，他是夫妻他们就是约定8月要安做佛堂的。那另外呢，这个右上角这位家长他的先生之前是开马路的，也是开马路的，但是呢，因为一个台风天，或许去探望他，那个台风真的哇吓死人，那个进入医院那个风大到走路都走不稳了。但是呢，或许去看他，他非常感动，他先生非常感动。结果呢，下个要离开的时候，那个风更大。那连那个雨伞都没办法开，这个时候或许要开始过万子，或者是天上的爸爸，对不对？老师一来动风起来，我招来下来，他就开始吹结果真的或许就发现那个是飓风，突然那个风雨，一直冲到那个车子里面，风就开始刮或许当时就想，老师我真爱你，对不对？结果呢，这个他说5月份就设堂了，那他的旁边那两个可爱的女同学是候选的学生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开布道，那真的不难，只要你有心再来就是这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也是发愿要办到的好，这些都是候选的学生，几乎每个都求到了。那左边那个是成人班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企业里面的左上角那位呢，他是那个分校主任，他说在我们的学校呢办平均班因为他本身也蛮诚心的那么这个左下角这个呢，一平招兵有台风这也是职场认识的那么再来呢，就是下面右下角这是我们的区的经理那么夫妻现在正准在上企业人才班也非常的肯定非常的肯定我们到场。那这个就是或许呢，在第1年得奖的时候呢，我们台湾的一些那个分校的主任呢，他们来参观，尤其呢，他们里面有好多个都是那个禅修的，他们到了2楼参访的时候呢，或许就要他们到3楼的佛堂去参拜一下。那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好几个都说，你们这里的磁场好强，而且不是只有佛堂强，连1楼、2楼很多的地方都很强所以就是说，如果职场可以设佛堂更好当然你回去呢就可以跟你的老板讲，老板，我们这个地方公司也蛮大的，对不对？可以设一个小佛堂对不对？这个可以试试看对不对？有时候可以把张荣发搬出来是不是？因为张荣发事业做那么大好，再来呢，这个就是左边这一位左边这张图呢，前道旁边这一位呢也是候选度化的他已经到新加坡去开荒了新加坡去开荒了，这也是在职场认识的，但是不是在教育的职场，是在以前的职场。那或许呢就看我看右边这张图呢，他就是一位美传师，他跟或许非常要好那以前就是跟或许一起去开荒，那时候我们去开荒的时候还不是讲师那有没有认识大概的去开荒？可是呢，郭姐姐你知道吗？他是或许的同学
你这有根基就是不一样啊，对不对？对呀、那求了他之后呢，就非常的诚心了。那开光呢，也是直接就冲到国外去了。啊，那后学呢，那时候就决定要回台湾，他是决定留在国外发展。但是各位浅浅，你知道后来他到那个印尼花旦岛那边去发展，然后那边的公公佛堂已经有6000了哈，就是那邻近的岛是6000了，那家里佛堂都是几千的。那后雪听说，第一次我们前人岛，我们不修行菩萨，带了新加坡80几位浅显的要到花旦岛去开法会的时候，新加坡的讲师啊，他看到那个船的另外一边啊，有看到那个四海游网，还有看到那个妈祖在领航。那么虾兵虾将，对不对？是在护着前岛所搭的这80几位隐藏是前显啊，他们所搭的这个船要到印尼巴旦岛。那他有些东西良师啊，他也常去印尼嘛，对不对？来往，应该是妈祖跟这个四海的王四海的派位去护航，对不对？虾兵虾将也会去的。但是呢，或许常跟郭经理开玩笑，就跟他说，但是如果候选人去，候选人也会去几次哈。那候选人就会跟郭经理开玩笑说，可能大概我来去海龙王派多拉你出来民间。对不对？刚刚说一个来呀，一个来呀，对不对？但是有不来也嘛，没办法，对不对？然后觉得是主教好，对不对？现在很感恩的心哦。好，再来呢，或者觉得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说我要渡人，我要去哪里渡人？或者说到处都是可以渡人的地方，你的职场、你的单位其实都是可以渡人的。另外，关于公有流量哦，有时候公有就是大家发挥不得了，对不对？有时候公有的那个子女是特别孝顺，公有的那个子女呢，哇，那个学识非常的高，非常的尽孝的很多，真的哈、所以他们觉得说以前候选部的公有，他们很成绩嘛，所以就说绝对不要瞧不起你公司里面的任何一个员工啊 ，OK？你看到现在还是基督教的，而且上次去新加坡是度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道心哦，那学生觉得说，这个你度学生哪里他都是基督教的，真的很好度啊，为什么？你可以问他几个点，你会跟他说，你的家族都是基督教，对呀、你从小就基督教，对呀、那请问有没有看过受难记？各位有没有看过受难记？各个宗教的电影再看一下，有关这个世界伟人传再看一下啊，就是你看到睡着了再看，知道吗？那你就看一下这个受难记啊。那这个说你看过受难记？说没有。我说你是基督教，你有没有看过受难记？就耶稣成道的过程你不知道。我说强烈知道过五知，五知。我说对。那你有没有也是知道那个耶稣啊这个钉死十字架的含义？不知道。这个你也不知道，干嘛都没告诉你？没有。那就知道过五知，五知，对不对？我说哇，那我跟你讲讲为什么耶稣啊，对不对？用十字架就是啊，你只要跟我来开智慧求道，你就知道答案。真的吗？真的，我就求到了。那简不简单？简单啊，对呀、所以或者最近又度了一个基督教的，还有一个天主教，都是我们那个其他分校的主任方法都差不多了。那所以我就说，其实只要在职场当中可以开阔任何点，你就不要去放弃它无论远近还是什么，还是国度，都可以去做。好，再来呢，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差不多了。好，再来呢是你要如何去做？而且有点跑掉了，这个是 how， 就是如何千里之行怎么样？始足下。如果你不去付诸行动的话呢，那你也是达不到目标。我们都现在在这边是大理对吗？你说大理说，我想去台北，你在这边呢站了10天呢，我说我去台北能不能到？不能，对，我说我要渡100个，我都没有从一开始能不能渡人，不到的。所以呢，再来呢，我们要渡人怎么渡？第一个呢，别人没有认识我们地，但是我们有自我形象的权利。所以呢，候选人他们渡人的时候都跟人家讲，我跟你讲啊，我在佛堂的话，开很多活动，兴办活动，对不对？有时候一些公益活动是联合会，有时候要去那个职工会啊，去人店或许无论在你的职场，包括说我们的特约商店，我们特约商店对不对？我会去买东西他跟我们的学校有合作，我去买东西说，我礼拜天干嘛什么？你赶快把我的东西包一包。你讲话走到很高就会进去佛堂，你会去佛堂对呀？下午你要去买便当，那个餐厅人就说，你穿这样是去哪里？佛堂，对呀，是不是到新港那个去拜拜？好啊，这个不了人，对呀，江湖道，他们把佛堂挂在嘴边就可以遇到人，自我行销。好，再来呢，代表道的形象如何？也是代表你可以影响的层面有多广，这个是真的哈。所以呢，我希望说我们在这里面呢，任何一个领域能够好好的去表现好好的去做。为什么？因为把我们修道人的这个气度，对不对？这个整体形象也表现出来接下来呢，在职场中建立修办的小团队，再由这个小团队呢，成长主要成为大指标。像或许呢，现在在正感佛堂学习那正感道心都说，我们才3岁，还在吃棒棒糖。可是他们知道说，我们今年至少要
分配得班了，让他们互相督促说，啊，你到社会社多好，你到底社赶快社啊，然后有道心来参加这个道心社的话，就是说，啊，你未来到我们上爱盖的，爱被盖的，可以设模样，直接把那个模样挤上去就好了。啊，其实呢，另外去看过他们家，因为后学跟大家看什么？去人家家访这件事是看什么？神明厅啊，对不对？一看神明就知道他们家那个龟毛上在哪里。如果是只有中间那是观世音菩萨，那大部分都不用改。好，再来呢，后学觉得说常见职场顶部的医保是种类各位请看看自我评价也是哪类的。第一个是普遍不逆型的，有没有？一周一次行，每天都有在跑，对不对？比那个木偶一样还认真的，有没有？这个就是圣贤先普当选人，在场有没有显示？大家都很难去啊。第二种是明日之星型，积极度化政治，对不对？他是圣贤先普的什么候选人？那第三种是恶国婆型，有没有？各位我们的职场有很多这样在渡人啊，你看这球棒不球棒，对不对？讲得很严重的话，这样会让人家害怕。这是恶国婆型的那个领导师哦。再是天兵天将型，有没有？有也好，无也罢，随缘随分，对不对？不积极的。再就是晨昏祈祷型，后学周边真的有这样的同事你跟他说，哎呀某某某，你要渡人啊，主任我知道了，但是你知道我每天都在祈祷，你在祈祷什么？我每天都在祈祷，我跟读者讲，亲爱的菩萨，对不对？伟大的佛祖，请你跟这些芸芸众生托梦，叫他们来找我，对不对？我一定会好带他们去佛堂求道的。可是我说那些都到底有没有？一个也没有他说所以那个菩萨变波梗还不好，继续发疯，我说算了吧。每个人在家里对不对？但不踏出去家访，做到什么？做不到嘛。所以各位先请不要当成婚期待型。好，再来呢，职场中6种慈悲度人付出方法。第一个呢是称赞很重要就是说尽量少批评再来是宽恕，对不对？人家也对不起你。